爱的富强家人们，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是培灵会的最后一场，你们依旧对神的心是渴慕的吗？让我们等一下要用最热情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呼求圣灵。在今天的敬拜当中，我们不只是来领受圣灵的充满，我们更多的是，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在圣灵的里面敞开我们的心，让神的火来点燃我们对他的热情，让神真实的来呼召我们来成为他的器皿，我们的生命真实的活出一个我愿意回应神呼召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来献上活祭献给神。好，这个时刻我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扬起我们的声音来欢迎圣灵来到我们当中。被你来浇灌，哈利路亚！一起来。圣灵，我们欢迎你同在降临。圣灵。
谢圣灵，你爱我们；谢谢圣灵，你回应我们。我们知道圣灵你是烈火，你要焚烧每一个爱你的心，你要焚烧每一个渴慕将自己献上给你的心。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真实的向你倾诉，我们的生命不要再不温不火。主啊，点燃我们对你的热情，焚烧那些拦阻我们亲近你的邪情私欲。我们今天要在你的圣灵里面重新的跟你立约。主啊，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饶恕我们一切不讨你心意的过往。今天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在圣灵的更新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点燃我们，回应你。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即使旷野道路无力淹没我的心，我要向你屈膝，更多寻求你的心意，就牵引我贴近你，无论高处低处。
们用这首诗歌，更多的来向神回应，我们愿意成为神荣耀的器皿。主，我来到你座前，全心向你献上我所有，毫无保留地将我自己献给你，渴望你来充满我的心。主，我来到你座前，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愿你悦纳我的生命，献上火祭，渴慕你，拥有我全人全心。对神说：求你。
自己成为你的器皿。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是我们这个美好的圣日。主啊，是的，我们要成为你美好的器皿，是因为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愿意跟随你的脚步，愿意接受你的呼召。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在过去49年来，神的恩待，让我们富强教会一直走在神的恩典的道路。主，我们一起领受，一起服侍，我们一起歌唱，我们也一起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啊，在这个圣日，我们这个有份的、有福的神的恩典的儿女，我们一起聚在这边。我们不只要为迎接50禧年来献上祷告、祈求，也愿在你面前同心合一，愿你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感谢你透过今天蔡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将你的话语勉励我们，激励我们，提醒我们，也来建造我们。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愿我们今天的敬拜，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领受从神来的恩典、赐福、启示以及恩典，把道路在你面前。主啊，感谢你。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记载在《使徒行传》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有一天，下午3点祷告的时间，彼得和约翰上正殿去，在那叫美门的地方，有一个生来跛脚的人，他天天被人抬来放在门口，向进圣殿的人求乞。他看见彼得和约翰要进圣殿，就求他们施舍。他们注目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他就留神看他们，希望得些什么。彼得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要给你我所有的。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起来走。”于是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那个人的脚和踝骨立刻有了力气，就跳起来，站直了，开始走路。然后他跟他们一起进圣殿，边走边跳，颂赞上帝。他们看见他一面走路，一面颂赞上帝。他们一认出他就是坐在圣殿的美门口求乞的那个乞丐，就对所发生的事大感心意。献诗，本周由路德小组来献诗，他们的曲目是我全然献上。献诗完，邀请蔡正道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经历上帝的大能第2讲。
利路亚！我们赞美归于上帝，拍手感谢主，谢谢路德小组带来我们这首美好的诗歌来献给神，见证主。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暑期暑假，我们是2025年的特别的培灵会，我们邀请到我们前任的蔡正道牧师还有牧师娘回到我们当中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在迎接50禧年之前一个启动的一个开始。那借由蔡牧师，他很了解、很认识我们教会，能够将主的话来传扬给我们。求神通过今天的话语能够造就勉励大家。我们今天其实是上半场跟下半场中间是这个茶点休息时间所以有的弟兄姐妹已经是第一堂都留在这到这边都留在这边。我们期待每一个人用虔诚敬畏的心、渴慕的心，透过蔡牧师来得到话语的造就。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蔡牧师娘在下面，来，我们拍手欢迎他，欢迎。我们教会有一个美好的传统我第一堂有提起说我们特别是10周年庆的时候我们的前任的牧者如果有机会都会回到我们当中来，一方面是来叙叙旧，一起跟大家一起来怀念以前大家同工的日子，一方面也借由不同的时间来将主的话再一次勉励大家。那牧师在以前也曾经在我们周年庆的时候回来过，现在是换成我们蔡牧师回来我们当中。我们上半场有讲了前半部现在要讲下半部，就是经历上帝的大能。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蔡牧师。大家平安。我请问一下那个第一场有参加的举手。好，那还是有一些没有好，所以我大概简单的待会会简单的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故事那很高兴再一次跟大家的分享上帝的话。那今天我也是代表教会公报社的文字事工主日来跟大家请安问候。那各位周报当中所夹的这个更新月刊周刊还有大家常常使用的新眼光读经的这个内容，都是公报社所制作的而且是免费跟大家分享那这些我们所读到的这些资料都是他们很用心编辑，然后把它印制成我们可以看到的文字那而且这些都是我刚才说过都是免费分送给各个教会所以需要大家来为这个事情代祷奉献跟支持那我也要透过上帝的话语跟大家做分享那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上帝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你的话语有力量，可以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此刻要聆听你的话语，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真实透过你的话语来得到改变。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记载着一个从小就是瘸腿的这个人被医治的故事。当他被医治的时候，他为他领受的这个恩典来兴奋赞美耶稣。那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个经文一起来思想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曾经领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能力？那是否我们有一天也可以像故事当中的约翰跟彼得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带给别人祝福？这个记载是在这个圣经当中的使徒行传。
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一天的时间是从早上，可不可以把我的那个投影片放上去？犹太人的一天是从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6点算，他们一天有3个祷告的时刻，在早上9点的时候，还有中午，还有下午3点的时刻。虽然他们承认说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神，可是他们觉得在圣殿的院里面祷告是加倍的好，所以彼得跟约翰他们也照常跟过去的习惯一样，他们希望在下午3点的时候到圣殿的院去祷告。那在东方乞丐习惯坐在圣殿的入口处，因为这个地点被称为最好的位置。因为一个人去崇拜上帝的时候，他同时也会对需要的人比较怜悯，比较慷慨。那故事当中的这个乞丐，他就是每天被人家抬到这个圣殿外面的一个美的门，美门这个地方，在那边乞讨。那如果没有这样，这个人就没有办法维持他的生活。那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就是彼得跟约翰看到他，马上起了怜悯的心，然后看着他，然后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乞丐就看着他，用渴慕的眼光，希望能够得到一点帮助。这时候彼得却对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刚才说过了，这个乞丐大概听到这一句心里凉了一半。我今天就是需要有钱来帮助我，那你说你金跟银都没有，那我岂不是我的希望都落空了吗？可是下一句，彼得所说的带给这个乞丐一个生命极大的转变。他说：“我要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走。”就这个人说完了之后，我相信这个时刻，这个乞丐已经得到医治，但是他可能还没有自觉，他长期都坐在地上。这时候彼得用手去扶他，有一个行动，扶他起来之后，这个人瞬间感觉自己的腿跟脚踝这个地方，脚踝的地方都已经健壮起来，所以他就站起来，跳着，然后大声的赞美主，跟着彼得、约翰一起进入圣殿。这是因为残疾的人是不能进入圣殿的，这是他从小到大第一次进入圣殿敬拜神。他一边走一边跳，一边赞美上帝。众人也因为他这个奇妙的神迹恩典而感到惊讶。在第一堂的时候，我分享了，之所以会有这些人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大能，我分享了前面3个因素，就是一群人敬虔的祷告，还有对人的爱心跟怜悯，以及彼得愿意分享的热忱。接着我们要来看第4个因素。我们看到第4个因素就是有效的行动。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彼得面对躺在地上的这个瘸腿的人，他伸出他的手，圣经说，于是他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这是一个行动，是一个爱的行动。彼得虽然已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他要得到救治，但是他还是用行动表达他的信心。因为彼得不是这个人，他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得到医治，但是彼得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带有能力，带有权柄，可以医治这个人，所以他用他的行动来证明他的信心。
他把它扶起来，他把它扶起来。好，这是提醒我们注意一点。好，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我们还不要忘了要尽自己的本分，要有行动。好，雅各书的作者这样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应当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信心。如果大家有参加前2天的这个培灵会的时候，我有分享我们教会重建这个圣殿的这个神迹。那我们教会重建圣殿是所有的人一起祷告，一起努力，大家一起奉献。那事实上，在教会重建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一直把重建的工作当作经历上帝恩典的工作。当初同工我在跟同工分享我的牧会工作的时候，一旦提到这个重建的工作，我就告诉他们说，重建工作虽然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但是他从来没有带给我压力，因为我在这个重建的工作当中经历太多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当初我们为了重建的工作，大家一起齐心努力，共同的奉献。然后因为这个重建的工作，一开始也有人提醒我说，他说：牧师啊，你知道很多教会重建的工作都是非常困难的。人家说欠钱找朋友，欠奉献找会友，欠钱好朋友，欠奉献回又就是大家看到要奉献很多信徒都会害怕跑掉了。我说我们富强教会绝不会这样。富强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同心努力来做这件事情，是要经历上帝的恩典。果然，我们大家的行动，我们大家真的是共同见证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最大的恩典是我看到许多人生命得到改变，因为这个建堂的计划，很多人更加的委身，更加的投入，更加的努力传福音。大家生命得到改变，经历上帝的恩典。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然后我们又有这样的行动，有效的行动，使我们经历了这个神迹。其实我偷偷告诉各位，在当时跟我们同时间，台南中会有好几间教会都有建堂的打算。这些教会当时的条件都比我们好太多了，比我们人多，比我们钱多。但是我今天回头来看这些事情，有很多教会当初说要跟我一起同时间要建教会的，到现在教会都还没建好，就是缺乏有效的行动。你要理解，在上帝绝对没有缺乏，只要我们认真的服侍神，照着神的心意来做，上帝的供应要丰丰富富，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疫情期间，很多教会都非常担心，因为没有聚会嘛，或者聚会人数少，甚至停止聚会。很多教会都会担心说：哇，糟糕，奉献怎么办？很多牧师都为此担心我牧养，我在双连教会服侍，双连教会的规模又比较大，光要负责的人员就相当多。我们安养中心有200多个员工，我们的幼儿园有100多个员工，我们的基金会也有100多个员工，
我们的教会有30-40位同工，专职的同工、领薪的同工，需要非常多的经费来支持。疫情期间，大家不能来聚会，奉献可能会变少。当时我也很担心啊。可是我相信说，我们只要努力的去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做，上帝的供应一定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果然我们经历了一个神迹。教会有一个信徒，到现在我还不太清楚他是谁。他每一个礼拜，疫情期间的每一个礼拜，为教会奉献30万。然后他可能很担心别人知道他是谁，所以他都偷偷的奉献。什么叫做偷偷的奉献？就是他会把钱藏在教会的某一个角落。为什么我会发现？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人跟我们说，教会每次奉献，就只是在拿那个奉献袋。那时候我们奉献袋还特别加长，因为为了隔离啊。然后他说，这个每次有一个人奉献完了之后，那个奉献袋就会垂下去，好后来他可能意识到说有人知道大概是谁，好，所以他就每次都拿一个袋子，好，然后把钱放在里面，把上面铺着报纸，然后那个袋子就随处丢在教会的一个地方。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有一次我们打扫清洁的，发现了那一包，拿过来说：“牧师这边有一包。”我们打扫清洁的人都是真的是很正直的哈，马上拿过来。我们发现有这个钱，那我才知道说他有这个习惯了。那所以每次礼拜结束之后，我跟我们的总务2个人下去找钱。你知道那个找钱的滋味是多么兴奋啊！找到了，终于被我找到了，好，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特别。好，我们那时候后来就是不是只是去拿奉献，是大家投奉献箱。我还特别叫大家把那个奉献箱巨大一点，说钱放可以放多一点。可是它就是藏在各地呀，那我就要到主日学教室去找，那时候这是一个惊奇之旅，他一共为了教会奉献了1000多万。那疫情过后，我们恢复正常了，其他的信徒也都加入奉献，所以在疫情期间，我们的奉献反而增加。我们只要照着神的意思去做，上帝的供应是足够的，就会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也要透过我们自己的行动，来经历上帝的全能。好，接着牧师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五个因素，要经历上帝的全能，就是要全然的改变。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圣经精彩的描述。他说他的脚跟脚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哇，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改变！他的脚从跛脚变成为跳跃，他的口由祈祷变成为赞美。这就是经历上帝大能的改变。在这里，牧师一定要提醒大家，经历上帝的大能之后，一定要有所改变。很多人经历了上帝的神迹，经历的时刻很感动，但是不久之后就忘了，又恢复原本的生活。有些人参加礼拜，在敬拜的过程，圣灵感动我们，听上帝的信息，内心非常的感动。可是等一下下去吃一个爱心午餐就忘记了，回家之后
这种热忱可能只维持一段段的时间，接着就忘了，又恢复原状。这个情况不是好的现象，大家一定要明白，经历上帝的大能不能只有3分钟热度，圣灵的充满也不会只有维持几天。这种经验一定会带来恒久并且永恒的改变。经历神迹之后，要展现一个新的生命，这是我们大家共同要体验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的21到24节，特别这样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无一听不见可怕的事，做他们。好，这段经文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这样说，他说要脱下旧我，穿上新我。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是表现在真理、正义和圣洁上。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说，你们无疑听过他的事，做了他的门徒，学到了在耶稣里才有的真理。这就是经历上帝，经历耶稣的大能。保罗说，信徒在经历上帝的大能之后，一定要把旧的、败坏的一尽出去，然后过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就是表现在真理所产生的正义和圣洁上。也就是说，经历神的恩典全能之后，要做一个改变。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还被旧我所宰制？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请大家要知道，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就要有改变。我永远都记得牧师娘第2次生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她在富强服侍的时间有一次生病，大家关心她，她恢复。那我们到双联服侍之后不久，她又发现她身体有异状，第2次生病。这次真的是蛮严重的，是3阴性的乳癌。我记得有一次她病得相当严重。当时因为不明的原因被感染，而引发败血症。那他非常不愿到医院，我们勉强把他送到医院之后，那时候那个血氧浓度非常的低，我记得我送到医院之后，那天晚上，住院医师找到我，跟我讲，很严肃的态度跟我讲说，牧师长这种情况，随时有可能会离开。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放在祷告当中。我也不敢把这个消息跟牧师娘讲。当时他真的是很痛苦，就倒着那个，就装着那个氧气，在呼吸。后来，感谢主，虽然不知道感染什么样的病毒，但是用的抗生素有一点效果，他才慢慢的恢复。他才慢慢恢复之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牧师，你把我们那时候是住在那个马偕医院淡水分院的这个安宁病房，然后他就说：牧师，你把我推到这个大厅去。”我说：“你要干什么？”他说：“他想要去大厅看一看。”大厅，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有看到大厅里面有一台钢琴，他就
说我想要弹一弹琴，然后我就把他推到这个大厅，然后用轮椅把他推到大厅，他就坐在那个琴，开始弹奏一些音乐我当时在他的后面听他弹琴我的内心非常的不舍我常在想说，当我的牧师娘很辛苦因为他原本是有很好的前途，可以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是嫁给了我之后，就开始过辛苦的生活一生都没有享受到，然后现在又生病但是在他弹奏的琴声当中，我可以感受到那种生命力我说他当我的牧师娘也很辛苦，常常我讲到的时候还要消遣他，然后好像不太疼惜他，让他受这么大的苦可是随着他的琴声这样一直弹，突然间有好多安宁病房的病人也被推出来，大家听到音乐的声音，很多人就请他的亲人或是在照顾他的人，就把他推出来，就旁边就围着一群人，就听着他弹这个音乐。我想那个时刻很多这些病人都同时受到安慰。那我也看到牧师长他在经历上帝的恩典之后，他就开始做服事，他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服事，让这些人得到安慰。那同时间我也看到他的病情完完全全在改变。感谢神，他今天恢复健康，我们又可以一起服事我们不知道未来的道路会如何，但是我们仰望这个全能的神，我们愿意改变，神也会带来更多的恩典所以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那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服事，来帮助祝福更多的人。那所以在这边牧师要提醒大家，当你经历上帝的恩典之后，你一定要有回应，最好的回应就是你生命的改变，去影响你周遭的人，带给别人祝福。那接着牧师要分享最后一点，我们看到这段圣经接着说，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周济的，就因为他所遇到的事满心稀奇惊讶。我们看到一个奥妙的神迹，百姓因为这个跛脚的人的改变而赞美神，这个跛脚所做的见证就带来极大的影响。我们通过祈祷、分享、行动来经历上帝的大能，还必须要改变，而改变之后就是要为主做见证。不论你改变多少，如果放在心里没有人知道，这是没有用的。最重要就是要把这个表现出来，成为为主做这见证。为什么上帝会让我们经历这样的全能？岂不是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见证？如果单纯教导教义，不能使人深信；如果没有见证，这信仰只会沦为纸上谈兵。没有见证，不是上帝的问题，是因为确实有许多神奇奇事就发生在我们当中，不去做见证是我们的问题。今天台湾在福音拓展上的困境，就是我们的见证太少。我记得以前在公报社的公报上面看过一则漫画，他这个漫画的作者画一艘船，这艘船很大，上面插着一个旗子，写某某某福音运动。然后这艘船看似要开出去，
可是它底下的那一滩水很少，船开不出去。那滩水上面写着几个字：基督徒的见证。那这幅漫画的作者在表达一件事情：之所以福音的船开不出去，福音没有办法有效的传出去，是因为基督徒的见证太少。如果基督徒的见证多的话，这船就会浮起来，就会开出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告诉大家，你要让你的生命成为见证，才能够真正带来影响。我们看保罗跟我们说一段话，他说：“我们一起来念，来，很明显的，基督自己写了这封信，由我们传授。这封信不是用墨写在石板上，而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在人心里。”耶稣借着他的仆人保罗写讯息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说：“不是用会褪色的这个墨水，而是用圣灵。不是像第一次的律法写在石板上，而是刻在人的心里。”在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一封公开信，人们都是从我们认识耶稣的，这叫我们不得不谨慎的来言行，好，成为基督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一句话，所做的一件事情，非基督徒都看在眼里。他要看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是不是有美好的见证。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单单跟人家传讲教义，而是把你的生命活出来，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愿上帝赐福给富强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共同成为主的一封公开信，为他做见证，来荣耀他的圣名。感谢主，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啊，求你让我们有坚定的心志，依靠你，经历你的大能，并且将我们自己的改变成为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求圣灵的火来点燃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
愿神的恩典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点燃我们火热的心志。如果你愿意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你这时候把你的手举起来，牧师要为你祝福祷告。感谢神，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看见这些在你面前举起手的弟兄姐妹，主你，我们恳求你就降临你的恩典在他们生命当中，让他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让他们充满活泼的生命，来为你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主，你使用他们，差遣他们，在你要他们去的地方，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来荣耀你，来见证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时候也把眼睛继续闭上。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在面临许多挑战，也许你身体有病痛，也许你的亲人遇到很大的困境，你需要别人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这时候，我们的代祷团队的弟兄姐妹会来服侍你。这边前面有姐妹，需要别人为你祷告的，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前面这边也有姐妹有弟兄，请记住，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挫折，都不一定是偶然，是我们领受恩典的一个开始。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给你们刚强的信心跟力量，来超越过你们所遇到的困境。这边还有弟兄需要祷告，弟兄需要祷告。我们请长执也来，长执也过来，长执好不好？小会员也一起来，有举手的，我们为他们按手祷告。这边有姐妹哈，需要祷告。小组长也可以，小组长也可以。楼上有没有？楼上有吗？楼上有。我们一起来再把这个副歌，求你点燃，继续求神点燃我们的心志。分享年轻我们。
主，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你大能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回应这样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谢谢蔡牧师的勉励，我们请回座哈，谢谢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要做奉献哈。刚刚我看到我们那个资料夹里面有这个文字适用主日的一个短片啊，我想说我们来看这个片子，然后呢我们再来做奉献。今天除了蔡牧师的培灵会之外，我们就是特别要为文字主日文字主日来做奉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请同工资料夹里面有华语版的。感谢主，使我因着信仰，成为一位台湾原住民排湾族木雕工匠师，引领我将排湾族文化与福音融入雕刻艺术之中。基督信仰是新楼幼儿园教育信念的核心。我们依靠爱的人。没关系，那个信号有一点乱掉哈。它主要是在分享说，我们的教会公报呢，它借由出版、还有影音、还有各样的事工哈，来造就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那牧师做一个在奉献前做一个再补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手上所看的更新，还有我们在做每一季的新永刚读经。还有包括我们也会看到教会公报这些都是由教会公报所提出来的。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大家手机影音一大堆啦现在影音都非常的流行，但是我们知道说文字呢是最符合我们人的这个基本的功能随时放了就可以拿起来看可以随时翻页那影音虽然已经是现代化，但是我们也期待大家一起关心。大概我们教会每一年都会有一个主日今天特别透过蔡牧师来给我们做见证。要再看一次吗？感谢主，使我因着信仰，成为一位台湾原住民排湾族木雕工匠师，引领我将排湾族文化与福音融入雕刻艺术之中。
基督信仰是新楼幼儿园教育训练的核心。我们依靠爱的源头，与主同工，落实生命教育在生活中。想要培育出一个心中有爱、拥有自由心灵、认识自己的独特，也懂得欣赏别人、尊重环境、爱这块土地的孩子。感谢主哈，我们就是如果大家有感动，我们在周报里面有夹了一个奉献袋哈，大家一起为文字事工组织来奉献。教会公报，我们以为去买一些纪念品哈，他们在做生意，怎么还要缺钱呢？其实很多的文字都是用奉献的，都是用免费的所以请大家一起支持。刚刚我们看到第2段有播放到新楼幼儿园，对不对？里面都是我们的主角了，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在这边，还有我看到杨医师的女儿也拍到了我们的园长也来这里了，园长在那边，欢迎他新楼幼儿园的园长，感谢主通过不同的管道来传福音。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奉献，我们这时候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
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这时候我们来报告，在报告之前，我们来背诵本月的金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篇24篇1节。我们翻开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主礼是由夏文学牧师，诗礼是由王慧琪执事，其他服事的同工，我们自行看这张服事表。接下来肢体交通，我们翻开周报的第4页。第1点，我们本会今日举行蔡正道牧师培灵造就会，其实从礼拜5的晚上，还有包含礼拜6上午，我们有核心同工的造就会，跟礼拜6的晚上，加上我们今天2讲，特别感谢蔡正道牧师还有牧师娘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做这么棒的勉励跟分享，也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持续为我们蔡牧师夫妇的身体的健康，还有他们在双林教会有美好蒙恩的服事，继续来关心跟代祷。第2点，我们本日也是我们文字传道的奉献主日，那我们持续为公报社他所有的文字相关的事工继续关心代祷以及奉献。第3点，我们富强教会50喜年年度标语的票选活动，那我们预计在6月29号要截止，所以你可以透过我们上方的 QR code， 或是我们在1楼有实体投票的部分，选出你心目当中有感动的这样的标语会成为我们明年50喜年的年度的这个标语的部分。那我们另外会从我们投票的会友当中，我们会有抽出我们几位得奖者，我们会赠送我们的礼券。第4点，我们本会定于我们8月10号举行我们社教49周年的圣礼典。那如果需要想要受洗的我们的兄姐、我们的青年朋友或是小额洗礼，我们在7月20号之前要跟我们办公室这边来报名，填写资料，另外提供你个人的相片。这边欢迎大家可以踊跃来报名这次的受洗的这个部分。第5点，我们小会修订公告富强教会长职选举办法。这是在我们1月12号，我们在小会当中有修订通过富强教会长职选举办法，也在我们3月23号召开的长职会当中有做接纳。那这边是在我们的周报里面的第11页，这边有我们新的选举的办法，有增加修订公告的部分。那其实在第12页，我们有特别针对要挑选出我们教会许多优秀年轻在40岁以下的这些我们的会友，可以投入到我们的长职会当中，所以有特别用粗体的字还有加底线，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次选举办法的修订的部分。请大家可以详加的做这样的一个阅读。好，第6点，我们小会也审核通过，并有正式公告我们新版的奖助学金的办法。那这边早期我们除了是成绩之外，这一次的修订办法也针对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在牧区聚会的出席，还有属灵灵修的生活，以及教会服事参与当中，都在这一次正式纳入我们的奖助学金的这个办法，不单单是只有看成绩，所以这边也邀请我们家中有我们孩子或是年轻人的我们的会友或是我们的年轻朋友，可以稍微再注意一下我们的新版的奖助学金的办法，是在第13页。那第7点，主日学在7月16到20要举办我们的夏令营天才好管家。那这边也邀请我们还没有报名的我们的会友家中的小朋友的我们在6月30号会截止报名。主日学的团队老师他们校长他们非常的用心在规划这一次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那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主日学的事工。
第8点，我们在6月28号礼拜六晚上7点会举办我们的周六的礼拜。那从今年度我们开始在每个月，会在举办我们的周六礼拜。虽然是试办，可是越来越多人的参与。那如果刚好你当周礼拜天没办法参加礼拜，其实周六礼拜可以成为你另外参加礼拜的另外一个选项。那当中有很多年轻人的参与，在瑞平牧师的带领之下，我们也看见我们教会年轻人更委身在这个周六礼拜当中。那也请我们的兄姐，一起来支持鼓励，来参与这样的部分。那第9点，总会在7月6号在本会举办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史的新书发表会，那待会会由夏牧师这边来做一个补充报告。好，我们看一下周报第6页。在下个礼拜6、2、9，我们有医治祷告的时间，会在礼拜当中会有医治祷告的时间。那如果你身体有病痛或是内心有捆绑需要医治、祷告释放的会友，那请注意这样的一个讯息。好，那我们在第6页的第下半部这边有包含我们50禧年祷告的树见证集的第2集要邀稿，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另外在第7页也有我们的团契消息，包含我们的松年团契在下礼拜也有这样的一个聚会的部分，请大家持续关心。还有包含我们的哀伤陪伴团队，还有包含我们的门训。那我们的门徒学校在今天下午，也会举办我们的最后一次的上课，跟我们的结业式的一个颁证跟聚餐。也特别谢谢寿荣长老，还有我们教育服事的团队，为了我们门徒学校这边提供这个很好的训练研习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哈。那接下来请我们牧师做补充报告。谢谢。我来做一个补充跟介绍哈。我们今天有几位新朋友在第2堂，我们欢迎他。第一个是郑庭云姐妹，好，在后面，欢迎你，欢迎你，来，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好不好？郑庭云姐妹哈，欢迎你。第2位是王樱花姐妹，应该是全家再来这边，是不是？樱花姐妹，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第3个是郑怡芳姐妹，怡芳姐妹在哪里？哎，在中间，好，欢迎你。第4位是我们的李锦姐妹，欢迎你，欢迎李锦姐妹哈。我都听讲伊个专工对永康啦，永康骑车来因女儿家，女儿那个载来，哇，足甘心哈。欢迎你们哈。除了新朋友之外，我们真的再一次要谢谢蔡牧师哈，他连续4奖加我们的干部训的5奖哈。来到我们当中勉励我们，得到很大的造就。我们给牧师跟牧师长再一次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哈。特别感谢主哈，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第1堂跟第2堂都留下来表达我们对蔡牧师他们夫妇的一个支持，当然也是我们一起渴慕神的话语哈我们期待继续为蔡牧师他们2位代祷。听到蔡牧师他的见证，我们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留下许多荣耀的恩典的记号。那看到蔡牧师连续5场你体力都没问题就对了表示说神在他身上奇妙的医治。我们也继续为他祷告，让蔡牧师有更大的健康跟体力特别在牧养少年教会有神给他特别美好的恩典恩膏。我们继续为他来祷告。那牧师再做一个补充，就是刚刚有提到我们下午我们的门徒学校这一期的学生下午要结业我们邀请我们的长老跟区长，如果5点可以5点来到当中，我们给他们做勉励，也做举成一个结业式了刚刚有提到有几个点，我们也请同工在投影片这边，我们的2025年的热身活动从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看这个图卡有小组事工，有活动交谊，有敬拜赞美，有圣乐组的事工，有文宣祷告、历史档案，还有做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硬体设备。我们在地下室1楼
2楼我们都要做一个整修，成为一个50喜年的一个纪念的事工。当然我们有需要经费也请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关心，一起来做奉献。这个是我们一个时程表，我们请大家为这个事情来做祷告来做祷告。那刚刚也报告到说，我们在7月6号在2个礼拜后，我们要在我们的富强教会举行这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的新书的发表会。为什么那么慎重呢？因为这本书就是我们记录了长老教会150年的历史，虽然今天已经是160年了，对不对？那这本书里面很多美好的记录都在上面。二来是希望能够借由，比如现在我们刚好要做完礼拜结束，对不对？是想要邀请我们第2堂的会友特别能够留下来，我们吃完午餐再上来听这个分享跟演讲。那特别那一天呢，这本书也会优惠有打折优惠。我们期待大家同工弟兄姐妹能够购买一起来学习，从那边知道历史那最后牧师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模型可能以为大家奇怪这个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十字架。其实这个就是新楼医院的旧的院舍的模型现在已经拆掉了。以前牧师跟牧师娘曾经住在这边，住在里面那个旧房子里面在当学生的时候因为后来改建成现在的新楼医院就这个都被拆掉，但是他们把这个模型留下来当成一个纪念。因为我们刘奇局院长他们在上个礼拜举行这个160周年的纪念会了所以特别把这一个模型来送给我们做一个纪念，我们会放在大厅展示一下。我们也为刘奇奇院长他们的新楼医院的经营能够更大的突破进步来祷告。我们最近我们都会有所关联的这些事工都有庆祝周年庆。我们的荣泰长老他们所属的 YMCA 也在几个礼拜前庆祝70周年了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我们要迎接50喜年我们用这样来做报告请大家继续带祷。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颂农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颂农的诗歌。唱完，请我们蔡牧师来帮我们做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闭会。